好多謝大家繼續欣賞下半場精彩嘅節目啊！而家首先介紹我哋嘅技術高超嘅音樂師傅先，統籌策劃唐佩君師傅，音樂領導尹樹芬師傅，擊樂領導黃錦堂師傅，音樂拍和排名不分先後。鄧君傑師傅、周偉文師傅、梁福文師傅、烏家苑師傅、盧玉薇師傅同埋許麗娜師傅，大家俾多啲掌聲佢哋啊！多謝。跟住第六首嘅曲目就係《佛門巧遇結良緣》。呢首曲係講述兩個人年幼時同住一間寺院，一個住東廂，一個住西廂，都係普明主持修養嘅。到16歲嘅時候，佢哋好偶然相遇下。同埋相識之下結成一段良緣。今日由周小慧同埋林蓉蓉為我哋演出嘅，掌聲有請兩位。
是歡喜。原來少年公子，小女子有禮。小生有禮。係呢，公子你係如何拜得主持為義父呢？還記得當時我年方5歲，有日與爹娘回家嘅途中，歸途上咗路面，路勢空空，樹不樹，聲聲雷響，把人見，大口張開，人地選，後跟步人飛後山，係夢面，就只有前一刻，神人醒來之後，只見船只在眼前悲收我作命令，我未報渠路，心有怨。原來公子你都有一段如此不尋常嘅遭遇嘅。係呢，報恩子內少見女兒家，姑娘你又何以居於此處呢？情天往事，這幕回首多年啊。
十載手，雲牙槍，只道觀諸隨神，未識世間情，未睹朋友可憐。路先多，又要君子，若懂情意深，越放只有個因自己推，一直可義父兩人同修養，美容嘅見面實無端。與小姐結知心，相互扶持，多上我邊有此清靈世外仙，想是老有心，牽紅線為我三生石上鑄就宿世姻緣。係呢，公子勤習詩書，定必才高八斗，能否以母恩字為題，以一對聯呢？如此說，小生獻醜了。對曰：子以18風，風風叫羅漢，門迎三高水，水水照佛光。好對好對，咁請公子提示一首相贈，以記今日期房。這個請容小生一想。有啦，姑娘請聽啊！似雨風門有宿緣，每遊林下即欣然。黃花翠竹三生石，皓月涼風一洞天。好事好事，公子才高啊！失禮失禮。小姐手藝能否有幸一見？
況，請公子一看。好精緻嘅雙飛蝴蝶啊，能否相贈於我？公子不嫌，便留為紀念吧。謝小姐。這個佳人廝守客，待我玉佩回贈家園。作定情為信物，請輕笑納莫欺瞞啊！公子口兒濃情，卻知不公，嫁我紅
是當無強夾粉世俗情海跌花劍，羅根玉佩奇風戰。影世